你敢想要写歌？哈？无学过音乐，袂晓乐理，袂晓乐器，免惊啦。相公一定要学过啥物才会用的。唔相信？来，我招一阵菜鸟啊，挑战365点钟写一条歌，来看卖啊，因敢会成功？为着要让菜鸟啊会当好好写歌，阮专工吼，甲因招带做伙。我嘛准备真丰富的生活体验，希望会当帮助因写歌啦。我呢？伊大大的目睭，吸着我小小的身躯，对伊跳舞，这是我心内澎湃的感受。继续创作。啊，毋过太阳家目前的花莲，人选不如天选。风台4年无来啊，比咱新闻看到的更严重，迄拢长期呢。啊，无要紧啦，时到时担当，看这阵菜鸟是毋是会当真正变。我来唱歌好遮困难啊！我冇人。你好，你好，这国谁呢？是宜兰的宜温辉的温。我其实都无啥物小名，所以若是有想要帮我号啥物名，甲我讲一声，恁后摆若叫我就会应。好，我叫郑祥武，你买当叫我看本。好，看目前是乐团主唱。安尼，你是会晓乐器对无？一点啊，我拢袂晓。你拢袂晓？我敢若会晓练鼓。练鼓？嘿，我敢若会晓练鼓。你敢会晓？哦，这，还是我表演一条你听。好啊。得下。帮我关照。引导上来哦，无引导，无引导吗？查的是叔叔啊，我叫俊杰，叫我杰人啊，阿杰人，迄叫阿杰人嘛会使啦，唔是，人是惊恁爸，唔是啥。系啊，我是安排好啊。那伊的兴趣，兴趣平常就唱歌啊，看歌戏啊，唱歌、看歌戏，你会看歌戏？我平常唱歌戏，放你出来了。心骑白马，查某唱心骑白马，啊查某会唱四分牡丹。我心骑白马，过走三关，解满所有花中原，放下世人无人管，我一心只想往宝泉。哇，这查某呀，哎，你哪有迄点啊？我礼拜就摕掉，那遐嘛有。对。这。看
这个跳舞的，你是跳舞的啊？我跳舞，我跳，你有听过 twerk？哦，那个 Talking on the Runway，对对，twerking on the runway。我叫做竞选，竞选，因为我中美人，中面总统的嘛，竞选哦，动算，啊你唔会选，我以后啊。啊，你看我们表现一下你的唱法。你安怎？哦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一个。夭寿啊，咸甲安尼啊，哦。我冇俾他。啊，你比人家调，我输你的。无啦，你哪有输？啊，你也要唱歌戏，啊，你个要跳这我不，晓跳，我袂跳的。啊，你会当两种结做伙无？靠腰。我心跳，喂，笑哎，都在笑哎。你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叫领导的呢，啊，那拍个跳舞。我平湖人啊，啊，你重演。我恁拄则真欢喜的，啊？为什么？听到恁的声，听到我的声就欢喜。嘿啊，我礼拜拢爱上特课呢，哦，爱先跳一段舞呢。我不要跳了，我拄则大家拢特课过啊呢。阮头仔一边唱歌，嘿，我一边唱歌，一边特课。看完，等下看恁跳，我叫贾迪林，哦，谢之林啊，我是平湖人，哦，即摆是读台湾师范大学，我是用4年，哦4年，啊体育的，哦，拍球的。无田径队的，啊，你即摆会当像伊台人搁冲台？没，好吧。可怜等到困去。你敢有人讲你做成一个换青？像啊，唔知，笑落去无一直安尼。阿杰啦，唔是，错啦。你有听过迄个无？莫仔人。莫仔啊，有听过，啊，但是我唔知像啥物看。伊较白。好一个，我白巴底啊，你白巴底嘿，我是因为逐当咧拍子，嘿，啊，你才要算这个活动，试看卖啊。你看卖啊，我来弄迄个啊。咱来头一开见面。请伫咧365点钟以内完成一首感动自己的歌，唔对，是感动别人的歌呢。嘛感动别人的歌，感动家己嘛，感动别人。无共款的生活体验，正在等你。等咧等。什么意思？今晚要开始集训了对吧？有啊，集训可能乐理集训，乐理集训。啊，你大家讲你家己无好，今麦就要大家开继续。始集训。就是不好。这是有你歹看的。哦，莫搁开讲啊，赶紧来花莲找我。哇，花莲，花莲，行吧行吧，哇，这种班的呢，时间无早，大会使写就等行行。行，花莲跳舞啊，花莲，步咱去啊！咱是要步咱去啊！互我上印象的是俊杰啊，我感觉伊互我一种南部人的亲切感。应该是看饭吧，
就是讲有时阵就是较大胆、较主动，有时阵其实会当写出阮心情的歌。会晓家己要家己，甲写歌是无共款的代志。写歌较重想法嘛，会晓乐器的人无一定会晓写歌。对。拄则看伊规个人拢真有迄个主席，一个嘛是乐团的主唱嘛，所以我感觉应该是无啥问题啊。进来，哇呢？菜椒啊，菜椒啊，欢迎来到菜椒啊的宿舍。今仔日大家人大家人敬一领家己的吊吊裤，吊裤，对啦吊裤，伫倒位啊？倒位？位啊？伫遐啦，伫遐，还无？迄敢若有人拍衫拍的无收。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领。啥物人要穿两领？哎，咱全部的人呢？一支七月份呢？哦，咱查某先好啊，恁先啦。查某先紧，阮介意对真正恁先紧。你要青色的啊？系啊。哎，安尼换你青色去啊？好哩，还是我当一下马里奥。你要做马里奥？无啦，我无熟啦，尽量好啊。袂歹。哦，好啊。咱来赛加刀，加刀石头抓，我不管，我先赛。哎，出奥步。这无知识的，我只好成这啊。你的身躯顶色水遮尔济，拄好啦吼。想保守伊啊？袂啦，互你穿你咧，你咧穿了啥物色？我穿真领。你穿红的啦，啊，你穿了红的伫你身躯顶做疼的哦。哇，啊真领袂歹。安尼你咧？哎呀，你走上街咧，拄啊人啊无？无，兄弟啊，啊毋过这顶晚那小可圆啦，是人流汗。哎呀，你看，有人小面无？裹着头啊！裹个头哦。先头站一骹。系啊。有人贴无？哎。咱这边哦，毋是讲干那聊聊算了哦，咱要开始写歌。你敢有写过歌？有，你有写过无？无。无你咧创啊？来。真领袂歹。安尼你咧？哎呀，你走上街咧，拄啊人无？兄弟啊，啊毋过这顶晚那小可圆啦，是人流汗。哎呀，你看，有人小面无？裹着头啊！裹个头哦。先头站一骹。系啊。有人贴无？哎，加油！加油！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为家己来王一家，家己用。你好，加油！之前甲正价就是伫咧休息迄一天有熟悉。哎，恁咧经啥？我拢见了，你伤慢来啊啦。我就直接摕吼。拄好嘛。感觉熟的。嘿啊，够水的。感觉熟的啊。嘿啊，足够水的。谢谢。小妹妹，谢谢。因为是头一遍看到大家，所以心肝内就有淡薄紧张。不过好佳哉，大家人拢足好的，就是对我感觉种对我感觉小妹妹同款，种足照顾我的。俊杰是囡仔头王，主持一个囡仔节目，嘛真爱唱歌戏，介意表演。人咧放假，伊颠倒伫日本料理店做外场。伊讲伫遐会当看到百款的人，伊够有时代的啦。阿公阿嬷逐摆看到伊，
拢会摕干仔孙的相片，问叶家有介意无？吼，阿公阿嬷，人叶家唱歌好听，阁生了高水，人伫 IG 顶悬受一大群人伫追踪，一直甲饲爱心爱心 heart heart 呢。情旋吼个性真烈，无介意输的感觉。伊比赛定定着头顶，啊，毋过即摆是要写台语歌，伊台语讲了是哩哩啦啦，毋知影伊敢会放弃。伊阮个性避暑避暑，毋过人有咧耍 cosplay 哦，伊的文字吼真正有够水啦，伊嘛伫咧网络顶悬写小帅，而且佫是爱情的故事。伊阮啊，你毋是毋捌当过恋爱？上午因为爱食汉饭，所以朋友叫伊汉饭，淡薄仔臭屁啊。当然可能有一寡条件，伊是学流行音乐的，伫学校嘛伫耍乐团，啊，毋过伫外口走跳，学校学的，敢真正有路用呢？知人片河海王子，毋过伊无王子病，电脑阁真土直。伊上大的愿望是要做一个教练，看伊身材，真正有练过呢。哎，这是大的所在吗？来参观，来参观一下，哇，有够大呢！哎呦，我这拼酷的，啊，无看呢，哎呀，拄则有有够大呢！哎呀，哇，啊，拄则是毋是有听到叮咚啊？哎，干嘛有呢？叮咚，换吊裤，就过来门口定找我。像啊，大夹爱食美国挂包，汉堡包，大夹伊是大夹呢，大夹是点啊？大夹，新洲大乳夹，大夹的是啥？我有知。唔知。啊，无是咱是咱换衫。刚来找伊。有啦，有这样这里啊。哦。有款哦。哦。有挂包吗？有包。大宝哥。大宝，几点嘛？安尼，拍者。我伫遮咧饲网哦，我若讲咧静坐咧，我拄着叫网顶甲外惨了。拍者。哦，还是讲你刚刚要来做什么？要来佚佗啊，佚佗。系啊，旅行。咱这边哦，毋是讲干那了了算了哦，咱要开始写歌。乐理集训，乐理集训，啊，恁6个人来做伙完成完整的一条歌曲。哎呦365点钟，足短吼，啊，恁来感觉足长的吼。别个咧，所以其实这无简单，所以咱呢，这几工开始，咱就是做伙一个团体，一个 team。为什么是我来做带路人？得奖的是柯大宝，柯凯佑。我是柯大宝，我是主唱，谢谢。免讲遐济，咱看落去就知咯。你有写过歌？有。你有写过无？无。无你咧创啊？上来，很明显啊。有大宝哥伫边啊，我就感觉伊真正足够讲的。人就袂歹的啊，系啊，袂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。拜托你啊，我毋是真够讲，我是足爱讲。这个节目以恁为主啦，我只好家己找机会一直讲。会啊，毋过啊，我的镜头那拢嘎掉啦。是哦。美国挂包哦。原来你就是美国挂包。所以恁若有任何问题啦，哎，看相无顺眼的啦。对，有诶，迄个头毛紫色的，迄个足青的啊。也是迄个头毛无遐济，迄个山道高手啊，迄种啊。我头毛都济啦。等下吼，咱就自生活开始体验。我会介绍我一个好朋友，爱要来哦，来咯。我看到啊。有啊，来啊。还是啊。哎，法拉利。来，掐停车头。厉害啊！这做大队，大家好。你好，哎，让
会高水的。你会用拳头宝互骗一个，什么叫骗拳头宝啊？拳头宝，啊，你再问伊红棍啊，先好先如果你若哦，袁老师呢？你手开开，甲等甲你手当红萝卜夹着，伊拄则伫涂骹食草啦，你看咱讲买买，先停车，先停车，起涨起涨。隆重甲大家介绍，这位吼，就是咱马皮肤做教育中心的阿成教练。教练。这回吼，为什么要找伊来呢？因为伊伫个这个马皮的这个使用内底算专业的，马术恁知无？秀才，骑马弄来。哦，你用步落来。而且除了这以外吼，伊即摆在饲马啊，佮有保养着迄个护健。还有心理治疗用马啊？用马啊？唔捌听过哦。有健康啊，佮心理科。对，啊，佮有马术，车嘛是爱保养的。对，车嘛是爱保养。啊，这只叫做什么名？伊名叫咖啡。哇，准法啦！你看伊耳拢尖起来，听恁的讲话。伊耳像雷达呢。迄个笑容拍开呢。伊好啊，甲你照顾的。啊，刷落来吼，咱就先来马场。好，骑马去啊？骑马去啊？对，骑马。啊，看一只尔呢？一人一只恁来马伫啊？踢马嘛是马，紧。无叫不要跳，我甲你讲。电动的，赶快骑一下。爽在哦。双座跑车无你的位，赶紧一下。好了，我陪恁骑。耶！陪我来哦。我记得。小诶。会晓骑咯。会啦，你讲会你是真的袂晓。你若袂晓，无我讲，我只会晓直直行。啊，直直行就好啊，直直行去啊。哇！你忙累残呢？一下。我真袂掉嘞，较紧的啦。你较好心嘞。你也上落来啦。你专注嘛？你这样放有无？安尼啦。你要先把头烧好无？哦，铁马先骑好水啊，再来骑哇，你这菜椒食啦，这铁道的。行。哇，做好了。后边迄真正骑袂开啊。直就好，直直头，哎，对，哎，在两头慢弯，慢紧看头前，看较远嘞，莫看头。我真的不会骑脚踏车，2个轮子的东西我都很恐惧。7台铁马骑咧，剩6台，咱来减1台。咱前船骑甲讲伫咧路边米开口啦，讲伊袂阁骑，只好甲载。我这带路人吼，毋若要引一条路，互因会当家己写歌，嘛要照顾因的生活大细项大代志呢，堪忧啊！我开始烦恼，唔知后壁阁有啥物挑战伫咧等我。山道猴子台语要安怎讲啊？刷道高山路高。哎，叫山路高。刷路高啊！你著刷路高。山路高。刷来你上线，过来就看灯。我哪有想？啊，你讲无刷路高？紧来，要弄着啊！要弄掉啊！看本要弄掉啊！头前爬桥。后壁较慢的哦。这就是马场啊！哦。细只马。对。高级。哇，真可怜。迷你马呢？恁拢有骑过马吗？无。想要试看。虽然电动马有啦，铁马有啦。铁马有，但是咱即摆是有机会通好骑真正的马。哦。啊，但是要骑马进前吼，教练。你要骑马进前呢，你要先甲马做好朋友，变成黄金战士。黄金战士。赞的哦！这内底一盘石头啦。有啦。这石头。哇！这么行？你要做伙来分享无？袂使分享包。先会晓照顾伊，所以呢，各位呢都要变成黄金战士。黄金战士。赞的哦！
就是有一个任务啦。什么任务？阿成教练，即摆黄金战士在做什么代志？哦，你有看涂骹有一寡工具哦？有啊，你有看到遍地是黄金无？迄看起来一粒一粒。珍珠泥地，珍珠啦。你敢袂收大咧？咱即摆吼，大约仔知影，这工具吼，我看因为这嘛，唔是讲介济哈，人身体。你感觉你要叫马赛上好你感觉用啥物较好用？较顺你先讲，你先讲。哎，我头壳全部骑走，送拢没啊。这关系到你有法度骑马哦。所以你是爱用，你按算是用夹巴硬，对吧？硬来对，用硬来对啊，你按算是。嘛是安尼啊，安尼个，安尼个。你已经是了行吧？你去个想设计，你玩这有先咧兼个咸酥鸡啊。你兼这只大机，你这你按算怎啊用？安尼。你看有春沙你就摕啊。这是猪八戒吧，9齿钉耙。我讲这只。迄个工具我唔知安怎讲咧，我会惊迄就是感觉讲，因为伊上大机，应该会使一摆就是用上济马赛起来，安尼较有效率。哦，你。这个。一块呢？我唔了我还摕着这支呢。这是白草手硬啦，用手硬啊。无啦，这是要甲迄个啦，哦，迄个呼伊啦，就做肥啦。做肥哦。搁要扣呢？你这个方法袂歹，不过你安尼可能无法度骑马啊。咱今日任务是看奖呢，至少爱拨3斤的马赛。3斤，大斤，3大斤啦。你要3公斤吗？大斤啦，你要3公斤嘛？冇。但是安尼啦，3斤的话，即摆来话较困难。我予恁哦，会当找一个团体，一人找一个 partner 分3组。好，你感觉讲看即摆像手头的工具，甲你手头摕工具较适配，这是你的机会，紧我帮你想的。我找一个有弄啊。阮两个安尼10斤拢唔是问题。10斤哦。会使哦。我甲你讲，你需要找一个有容器的。要甲蹦机啊？好，安尼你甲。安尼我参与加。安尼。啊，你甲看饭。哎，我甲看饭。确定啊吼，无换哦。哦，即摆加一组。你咧另外卡。恁两个一组。哎对，恁两个一组。你这还第3斤哦。会使啦。你这可能会变出来哦。你变出来。可能爱用你的落地啊底哦。底啊会使啦。好啊，无要紧啊。好，安尼开始啊，你叫3斤菜，咱叫过。 3斤哦。A piece of cake。好，开始。真正假？哇！恁大家安尼四界走，迄镜头吼嘛甲我小闪一下，害我古锥念影书，就安尼全部拢录入。啊好啦，想叫我找吼是一阵菜椒啊。人生头一遍扣马赛，我嘛是。扣黄金，这么好康的代志，当然要安排这阵菜椒啊来体验一下。重点是扣咧，大家心就会拍开咯。我在迷你买。嗨。这就最晒，无呢？无晒啊。哦，这河心渡边啊，河心渡边啊。华语在讲啦，这叫做破冰。俺真正就甲重金开落。顺续咱阁会当看卖啊，到底这6只菜椒啊是虾米款的个性？敢会好斗阵？我甲你讲，这水分伤多，这内底拢水，打放出来有水分较重，食拢打久。有影，你这有巧，问题是，迄个等袂赴你食哦。哦，其实这是有美角的啦。你来看，较大只的马有哦，马赛就较大粒，哦，伊就做一副就足大副的。啊，若较细只的马，马赛才一珠珠啊，尔一副一角角尔。我的 partner 咧，无去啦，我的 partner 咧。这个准格甲看饭啊，一个是扣扣啊 Q， 一个哪 Q 哪扣扣啊找队友，看起来这2个应该有肉哦。这支该歹用呢。我会感觉，虽然阮是共组的，但是我较会想要甲完成的这部分占家己较大，无想要拖累我的队友。哎呦！哇！手机，摕起来，好笑。好。哎，
我你打掉啊！我死呢！死就给拍死啊！拍死！搁种一条。两个水姑娘啊，就是安尼啊高水，互相扶持，互相吓惊。全部走来遮，谁啊？迄个情旋啊，你是来挑战的呢？那会变做是工头在干工，佮一直用 GoPro 录影。你迄支白啊吼是清气，才会当摕来热头章呢。加！哦，你这把因这组查甫服务，啊，伊负责去。我看伊机应该拢清气气哦。就啊，就你。你这后摆有适合去做干工。你有。我都可以这样子的，干干净净的。哦，有用一次。这么干净呢？有用一次。因为我拿到那个工具，其实跟他的工具搭配起来没有办法太 match 的去工作，所以最后变成是说我们一起去找哪里有啊，他去执行啊，我拿 GoPro 拍我们两个这样子。靠边的，哎，加，你加掉啊！哇！好呀！你打掉赛啊！加！你打掉赛啊！哎，你哎呀，莫甲我打你房间内底。我打到新鲜的呢。这草嘛伤济啊！全部我拢在偷吐槽。哎，恁遐是捡马屎，唔是看到粪扫拢白白入去啦。我甲你检查看卖啊！这内底一半石头啦。有啦。嘿，有，这一条石头你莫看。哎，你莫甲偷摕。这条石头，晒你也要手。抓到啊！石头。哎，其实袂臭呢。你看这，内底其实拢是学这草仔味，这健康的。健康，好笑。啊，搁有哦，哎，伫遮。哎，好心一大堆。哦，哎，这你会使啦。你想要食？无食啦，没通食啦。今仔日应该是第一摆做马场的这个工课，一开始会惊，小可会惊，实际上咧做的时阵，其实袂臭咧。我是平湖人嘛，啊平湖遐足多牛屎，哦足多牛，啊牛屎其实较臭，啊马的屎较袂臭。这些是有马粪金字塔，我那大家拢伫遮。哦，对哇。哦，啊看起来今仔日这只产量较济款哦。有咧，这两桶要满，这两桶要满。有哦。安尼我摕起来应该，我摕看卖啊。哎，免啦，免。我甲你试摕看卖啊。家己就好啊。这是我会使啦。这是阮会使啦。哎，你这哦，你这这比有啊吧？基本上有啊吧？哎，这有哦。紧哦，这。哇！这么行。各位，这，对，哎，我会扫掉啊。哦，黄金战士队长果然是。哎，恁加油好不？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恁加油好不？伤哈。伊迄可能迄个伊迄规地啊，无咱来看角落。对。我这已经较济啊，加油好不？加油好不？哎，有人看见了，有人看见了。哎，少年嘞，少年嘞，少年嘞，袂使安尼哦。哎，我跳赛啊！这人真好诶，啊，这嘛是屎啊！啊，阮位内底醃出来嘛是阮醃的啊。无，我全部拢是涂骹去。无啦，规片换一块啦，这个才咱的啦，这个旁边的啦，好，这个才咱的。我这几分钟没。这个哎，啊，有人捡了哈。哎，你犯规啊！这是阮捡来的。你甲因共做的吼？无，你跳工甲我叫过遐，我甲你打拍呢。就当然呢。我看到大炮哥去摆所在，我就感觉讲，哎呦，会当去偷一个哦。啊，若是，就是真正要得第一名啊，安尼去甲
甲摕迄地，感觉算是上紧的方法，嘛是一个真趣味的方法。上单纯的你去做。啊，因遐是怎样啦？头家煲哈。你家看因遐。配合诶。先哪啦？要做伙来分享无？分享包啦吼。哦。买赛分享包啊。歌爱做伙做，赛嘛爱做伙跳。哎，好啊，停，停啊！停，真正有动，你看下手。大家来，集合，看饭你做。来，阿先来，阿先看伊这两个加起来安尼，你感觉安尼几斤？这可能2斤，啊一个，我补伊个，这应该有2斤，无要换3斤啊。所以你加起来有5斤6斤，6斤好算你啦，6斤半，6斤是菜市啊，无菜市啊。好6斤，这有6斤，好啦，这拢算你的啦。但是我检查这你拄食内底，你这内底一半拢草呢？那有无啦？对啊。用手检查一下。怎么样去用手检查者较好心嘞？好啦，你这超过8成是买赛，这算有通过啦。我感觉咱今仔日这组来恁少我过。好。上高水这两个。反正容器有。上高水。啦。这两个吼，就咱台语咧讲这高意人。因到尾啊拢知影讲要安怎偷食包。参这两个看起来乖乖的查囡仔，搁头摕上大包，敢若因这组，伊正经这一粒一粒拢家己捡的哦，无一粒用头摕的哦。内底拢晒，这应该有3斤。对，你讲，而且敢若你流汗尔。无啊，所以我讲运动员吼，就是袂使偷食步，一步一卡。哦，会使呢。一步一卡，扣赛嘛是共款。哦，安尼算。爱互金牌啦吼。哎，金牌。你嘛感觉有金牌哦。好，安尼今仔日咱这个黄金挑战，成功咱这关哦，恁两个去做桥顶，所以没有黑呀。家己扣好袂使吼，放过遐放。好，阿龙搬过哦，开始。好。这有满载而归的感觉。哎，这只马真有兴趣哦，对我扣的赛，你辛苦啊！头一届袂使。就重的啊。赛看过来手拢爆筋啊。5斤哦。哎，其实这赛袂臭呢。会低啉啊！我迄屎一直摕起来偏，我足惊你一时冲动，就摕起来煲呢。试看卖啊，试看卖。试看卖啊吗？来看卖。啊，小汉，加头。啊，头前这有一个坎哦，啊，第二哦。巴肚一大坑。哇，这一摆看到看背啊。然后行，然后蹲。走行。你敢我食水？耶。食水啊。啊，有车经过时，咱就往正边，我正边吼，我边仔行吼。来。对哦，没有啦。元宝送嘛，你是伫咧微微啊笑啊，元宝。创作美酒的歌词。你也唔较早讲了。快12啊！太厉害。少年嘞。巴肚一大坑。哇，这一摆看到看背啊。然后行，然后蹲。走行。你敢我食水？耶。食水啊。啊，有车经过时，咱就往正边，我正边吼，我边仔行吼。来。对哦，没有啦。桑尼。是啊，袂歹哦。哎，恁后壁，奇怪后壁拢轻松的，啊后边啊，足点头的感因咧头前个伤大只啦。人家要看马之前，我建议即马咧看的观众朋友爱去练手，无吼会长去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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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桑尼 go。这只马培养感情的这个过程，一开始就无熟啊，啊到尾啊伊就牵我的手啊，会变啊很亲近的感觉。其实对我来讲，因为我嘛是第一届接受这个物件，因为我是一个鼻仔过敏最严重的人，所以一直拍骹手。不过到最后咧，慢慢啊，其实感觉会到教练对这马的爱，又辛苦。对后壁咧，这个马就是较无遐尼惊。黄金扣煞，
我甲6只菜鸟交换成教练，互因去甲马仔服务者。这过程当中，咱阁重新来分组，这嘛是调一过的安排哦。为什么呢？咱豆豆看落去。爱甲绑的。绑伫遮吼，啊，等者要甲热毛创啥拢会用伫遮吼，啊，洗身躯嘛是拢伫遮吼。几项工课爱做？哦，相当好，相当有资格。来，咱来看遮吼，第一个就是顾饭我是啥，因拢爱食饭嘛。哦，第二项就是照顾伊的马骹地就对啊，所以迄阮每45天。拢有定地师傅来甲修正伊的指甲，专业的45天，对，阮拢有在美甲，你知无？哦，安尼哦，美甲。啊，对，哎，阮等下有迄备用的，我会用帮你用一下。提油菜。哦，啊来就是入眉毛，哦，甲伊的毛擦出来了后呢，伊就会较容光焕发呢。啊，我加头面嘛。嘛爱修正，啊，毋过因修正的方式较无共。你像马可能直接加削一节仔尔啦，加上底吼，伊到时要梳头时才梳无，伊卡吼，啊，搁有头前的刘海，渐层啊你。哎，因为大家帮他绑辫子这样。也嘛会使，吼，你看你这多啊，抓造型。咱即摆就来分组。OK。啥物人要顾饭碗？我哪会来？顾饭碗，拄好伊叫看饭。拄啊好拢是正的，拄啊好。买个互你是。好啊，我来啊，买个互你啊，分组会啊。我要入马。哎呀妈，路呗。入马好。头壳顶吼，其实除了刘海以外，有人直接要走。哎，有人偷走哦。越狱，有越狱的。这是正常的吗？这李婆看起来想要选，啊，毋过一群人吼，甲路拢挡掉呀。李婆啊，你的心思我了解，你是惊菜鸟啊，毋是来服务，是来甲恁糟蹋对无？你看，你的身躯吼拢变做 S 型啊啦。你好，阮是上高水的，我是上水的，咱要来服务哦。一家精选啊，恁两个敢若毋是多多的菜呢？无菜恁家己介绍讲一个高水，一个水，人多多吼，参看都无爱甲你眼一个。分嘛。哇，看饭甲猪鳞恁袂歹哦，这饲料吼加一喙都无，哇，拢拄好尔呢。来，食饭。食饭啊！食饭啊！会油呐？你无你甲拍看卖啊？你哭伫遐，甲讲唔惊去后尾仔踢着。无我替你拍。哎呦，这准格咯！哇，是伫美容医上过班哦，白安尼吼，佫真正有模有款呢。我原本想讲，就凊彩甲绑一个就缩起来就好啊。啊，结果总个讲伊要绑较啊精致的，我就想讲伊是要绑啥，结果等到变做是伊一个查甫囡仔咧教我一个查某囡仔安怎绑头毛。等下头章用河水帮伊绑一个造型的，我是讲中分。其实足重的。这重的吗？有重哦。来哦，拜托一个哦。拜托一个哦。来过来啊。就歹呢。就乖啦，牛奶就想要叫因卖叮当，啊，毋过真正足过动，一直洗来洗去，敢若洗大鸡呢。元宝送嘛，你是伫咧咪咪啊笑啊，元宝。啊，这阵菜鸟敢若是当作来佚佗的，堪忧啊！这歌敢真正写会出来？好，安尼咱准备要来结束啊！好。安尼咱今仔日顾饭碗拢有做着吗？马骹地嘛有。啊，热毛嘛有。哦，袂歹，马杀鸡无。哦，这后一届有时间的时阵吼，咱会用来练习。好。OK， 安尼今仔日的任务算完成。辛苦大家啊！你看要咧食物件，巴肚嘛会哦，我们来食饭啊吼！大家，食饭啊！食饭。我肚枵啊！咁要食饭啊？当皮的。这是这个免食饭呢。是爱啦。我当缩小。来啊！
1、2、3，耶！你看足假，放个腿，放个腿。你的叶足假，这会当算我。哦，迄水是冰啊烧的，叫 K 出小来。的，烧的，真是的，烧的让迄个烧温哦，就烧奶，就烧奶，就烧奶，真烧呢。你泡它哦。哦，多有意啊呢！坐啦，坐啦，坐咧休困者啊。然后留一寡时间甲空间互因啦，总算是会开始写歌，但是毋知影因敢有法度抓到这个美感。哎，你还在跑？我来翕一个。卡，大家低卡，等下会当 po 迄个现实动态吧。好啊，我等一下标啊，标你们。好。有人传讯息。哈？哎，创作买着的歌词，今仔日暗，今仔暗要9可能。哎呀，暗时啊，足紧的，等下天就要乌啊。哎呀，安尼。伊也毋较早讲的，应该一开始就讲。拢开点嘛，今晚哪个？规日来啊，就来啊，就先佚佗啊啦。好啊，卖改，卖12啊，太意啊， 12啊，卖菜，先佚佗啦。时到时担当啦，无变较煮番薯汤啦。好。是大宝哥刚才突然跟我照来，袂吧？遐远诶。这导航找无啦。但是无要紧，即摆要了解因的行踪吼，看因的现实动态就知，人拢免教。走去耍水对毋对啊？哦，过分。少年啊，菜鸟啊。阿姨发现实动态啊无？少年嘞，哎，退休假。恁甲差不多嘞。这导航嘛，不是找无啊。你拢无收到讯息吗？卖12啊，卖12啊，太意啊， 12啊，卖菜，先佚佗啦。时到时担当啦，时到时担当啦，时到时担当啦。有哦，有吗？无看到呢。较规正经啊。诶，咱这边来是爱写歌，拢甲恁讲啊，这时间该袂晓载。有啦，有咧赞啦，加减有咧想啦。今麦打2点尔呢，还有你的话，重点就安尼，生啊就欢喜的嘛。系啊，就你要两只无？歪笑啦你！歪笑嘛，你真正歪笑，真正歪笑。掠一撮，啊甲分做3果，你忙掠伤大撮，忙掠伤大撮，嘿，一撮细撮的，嘿，做细撮的安尼差不多安尼，啊甲分3个，分3个。三位，你没有看到他的无奈的眼神吗？无啊，你看起来就欢喜的啊。来，看来都爽的。哪里？就送的哈。你有在欢喜的哇，做上来，哎，一个，去顶头。哎，顶头做爽的。